我係 Manny， 香港專業塔羅協會嘅會長。其實如果你哋有睇過電視劇、電影，當出現死神牌嘅時候，配合劇情或者一啲比較驚嚇嘅音樂，大家就會好驚，以為抽到死神牌一定好差啦。識塔羅占卜嘅朋友應該會知道，死神牌反而唔係最差嗰隻，仲有一隻牌比死神牌更差。喺度賣個關子，下次話俾大家聽邊隻牌仲差過死神牌。出現死神牌其實係講緊一個階段或者關係要結束。如果抽到嘅係正位嘅死神，我哋只要帶住平靜嘅心情去接受呢個結束，咁之後就會有新嘅循環去開始啦。其實係一件好正常嘅事，就好似每一年都會經歷嘅春夏秋冬，嚴寒嘅冬天，即使好難捱過去，最終佢都會結束。跟住迎接嘅就係春暖花開啦，所以我哋只要明白變幻原是永恆，所有嘅嘢都係會有因果循環不斷變化，花開花落，月圓月缺，事情就係會有一個好嘅新開始啦。所以佢係提醒我哋要去接受呢一個循環即將結束，準備好就可以好好咁接受新開始。大家仲想學習乜嘢牌意呢？我知道有啲同學會認為有啲牌係特別困難㗎喎，留言話我知，想知邊張牌嘅牌意，我會拍片話俾大家知。記得追蹤 Manny，下堂見。